準備。一開閘嘅時候啦，見到呢個彩色時代啦，然後咧就有大黃蜂啊搶出嚟，跟住有呢個夜天使亦都喺度猛咁搶，然後就係有先進喺第4位，跟住有呢個指天椒啊，重疊興奮都搶上嚟啦，然後咧就有外檔嘅惠傳理啊埋唔到嚟喎，哇喺度咬牙隻嗱爆添，赤翻後邊，然後見到啊慶豐年啊又容易啊，跟住後邊嗰堆就開心寶寶啊呢個玉花鐘啊包尾包紅鑽石開始轉彎啊，見到呢個係夜天使咧又搶出嚟咧，前邊有半個馬位嘅大黃蜂啊守住喺內欄嘅第2位，跟住有惠傳理喺外檔終於第3，然後第5個彩色時代留守第4嘅，最後少少見到有先進啊重貼興奮啊，跟住有呢個慶豐年啊，然後就係指天椒啊玉花鐘啊粉紅鑽石咁樣噶啦，一轉正入直路嘅時候啦，見到大黃蜂啊已經係過咗去夜天使啊，跟住有呢個彩色時代上喺中間上，然後就係呢個惠傳理亦都上啊，跟住先至有呢個慶豐年啦，然後又玉花鐘啊，最後先至有呢個粉紅鑽石咁樣噶，去到最後200米嘅時候啦，見到大黃蜂仲係轉少少嘅，而家見到呢個彩色時代喺中檔搏命咁衝，跟住個惠傳理大外檔仲有玉花鐘啊衝緊上嚟噶啦，去到接近中呢個時候彩色時代啊壓住呢個大黃蜂，跟住外檔玉花鐘上，然後惠傳理亦都上，攞住呢第1名就係彩色時代，第2名就係大黃蜂同埋玉花鐘影咗嘅，第4名咧先至係惠傳理。大黃蜂咧又試啦揾呢個簡惠如啊減10磅嚟偷雞，咁啊但係對住嗰隻彩色時代佢就唔震你嘅，一路睇住佢跑。咁啊玉花鐘咧大外檔咧佢都係使出凌厲嘅後勁㗎啦，惠傳理啊排位啊差啲，而家啊冇乜力滯。結果翻到嚟咧呢隻彩色時代已經過咗隻大黃蜂，然後咧就係玉花鐘喺外檔咧衝上嚟咧同大黃蜂咧係爭呢個第2、3㗎。好啦，呢場咧彩色時代咧就開翻個紅盤啊，咁啊實力好高嘅馬，終於贏咗，但係唔係贏得好易啫喎。咁第2名影緊相，究竟係大黃蜂定係出邊嘅玉花鐘咧？而家影到係11號嘅大黃蜂，第3名先係13號嘅玉花鐘。簡惠如又一次揞住跑過第2。簡惠如今日咧表現好，加上檔位又好。嗰隻玉花鐘咧一起步啊已經係漏咗閘，真係俾佢激死啊！因為出賽多啦。